来看社会的塞内加尔，本地这个月25要选总统，也毋过总统塞尔是以国民议会甲宪法法庭对候选人的资格有争议。初三宣布讲投票延后，消息传出，互反对阵营是真不满哦。伊嘛呼吁支持者上街头去抗议。伫首都打卡嘛发生警民冲突，反对党的领袖嘛互抓起来咯。 塞内加尔首都打卡一条主要交通车路，这是互200多上去的示威者用车链石头者障碍物阻断交通。政府补助顶部警察对示威者发射催泪瓦斯，将火枪炮向周围巷仔拖开，警方也遭到掠人。过程当中，前总理目前是反对阵营关键领袖安妮塔·托赫也当场被抓。 另外，国家通信部门用报道揭露示威一个煽动暴力做理由，将一名素人电视频道断线。On ne fait que se défendre. Il a osé, il a tripoté il tripote la Constitution, il tripote les journaux, il tripote la population. Il fait tout ce qu'il faut pour nous mettre en mal. Donc encore une fois, on le répète. Et je le dis encore une fois, nous ne nous battons pas pour une simple cause, on se bat pour la liberté. 塞内加尔原本伫这个月25要总统大选，按国总统萨尔提沙发向国民议会甲宪法法庭对真济候选人资格有争议做理由，宣布大选无限期延后。同时，国会也对审查参选人资格两位宪法法庭法官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对因进行调查。J'engagerai un dialogue national ouvert afin de réunir les conditions d'une élection libre, transparente et inclusive dans un Sénégal apaisé et réconcilié. 这是塞内加尔为1960年脱离殖民国法国独立以来第4场的民主投票活动，算是第一摆延后。甲周围马里尼日甲布吉纳法索这国家比起来，塞内加尔一向被看作是社会政局上稳定的国家。去年伫为宪的这期社中，萨尔就宣布未经选择连任，国际派现任总理阿马杜巴做总统。反对阵营指出，萨尔就是烦恼阿马杜巴选袂调，才出后部。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